咧就最近上個星期三嘅立法會財政預算案咧，我哋嘅議會抗爭嘅問題，同埋咧及後無論建制派同埋泛民主派咧，都因應我哋呢一個嘅行動咧，係表達咗佢哋嘅一啲嘅睇法。我哋今日咧係正式咧係作出呢一個回應，咧係而家正式宣讀。嗱，我哋有一份即係聲明嘅，咁一陣間咧就而家印緊就發俾大家，咁我就會讀一次，咁讀完之後咧落嚟嘅時間咧就俾大家問問題，咁就由阿陶君行同埋阿梁國雄去答 ，OK？ 咁我哋今日寫咗呢篇聲明咧，個聲明嘅標題就係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副題係回應民主黨及公民黨打壓社民連議會抗爭的聲明。民主黨和公民黨日前發表聯合聲明，對社民連動粗干擾會議進程、傷害立法會的尊嚴和阻礙議會有秩序運作的行為，呢個係括弧嘅，即係佢哋講嘅，表示不滿同非常遺憾，並主動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事件，考慮要求修訂議事規則，防止事件重演。社民連必須重申，本會3位立法會議員的議會抗爭行動目的是爭取民主、捍衛基層，是政治反抗運動的一部分。第一，抗議政府坐擁萬億儲備，新年度財政預算案非但不能救市，亦不能救人，沒有任何具體措施協助基層及弱勢社群。第二，抗議不公義的議會制度。社民連參與2008年立法會選舉時，已在競選文宣中清晰表述，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將抗爭運動帶入議會，才有改變的空間。過去20多年，香港民主運動一池死水，除了中央的干預，歸根究底，始終是民主派因循保守，按照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循規蹈矩所致。社民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兌現對選民的競選承諾。第二，民主黨和公民黨批評社民連動粗干擾會議進程，傷害立法會尊嚴，亦有人用動粗、暴力、肢體暴力等字眼形容事件，是對社民連的抹黑，企圖歪曲事實，不能不予以嚴正批判。這是一場非暴力的議會抗爭，有網上影片為證，不容抹黑。若立法會發生暴力事件，甚至肢體暴力，為何其餘57位立法會議員及在場官員不立即報警？報警舉報暴力事件是基本的公民責任。如果連報警也不敢做，請停止抹黑我們的議會抗爭為暴力行為。第三，我們認為立法機關的尊嚴在於普選產生的議員代表民意立法，體現民權，監察政府。無論港英時代的立法局，以至回歸後的立法會，議員均不是全體由普選產生，由小圈子及委任產生者竟可僭稱民意。政府及親建制政黨把港人應享之權力私相授受，一再玩弄，踐踏市民之尊嚴，無日無之，旁若無人，可謂文明社會之恥。社民連議員高聲抗議，直斥其非，不過搏盡綿力，身體力行，維護港人尊嚴而已。第四，民主黨和公民黨主動提出修訂議事規則，限制議員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加重社民連議會抗爭的代價。社民連站在民主的最前線，但同志卻在背後開槍。民主和公民兩黨自捍為民主派，竟然聯合保皇黨打壓民主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社民連警告民主黨和公民黨雙養變法，施行嚴刑峻法，最後自食其果，落得五馬分屍下場。今天若民主和公民兩黨聯合保皇黨打壓社民連，先例一開，
他日泛民作為立法會的少數，一樣會受到相同的對待。我們對民主黨和公民黨的聲明表示遺憾，並對其與專權政治沆瀣一氣、打壓議會抗爭表示強烈抗議。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對爭取民主的政治反抗者而言，只要堅持原則、堅定信念，再大的風浪都會挺得住。嗱，呢度其中尾二嗰段咧，表示強烈抗議嗰度多咗個議事兩個字啊！打字嘅時候啊，邊個叫佢改一改？咁啊嗱，剩落嚟嘅時間咧，就大家可以有少少時間可以問下問題啊。咁我哋基本嘅立場咧，就喺晒呢份聲明嗰度，係嘛？咁啊，阿長毛同阿涂君行又會解答大家嘅問題。我想問咧，依家兩個即係泛民嗰邊話要修改議事規例，但係其實佢都冇講到點樣修改，點解你哋就覺得佢個做法係即係會鉗制咗嗰個言論自由，會唔會係過分咗？你哋點諗咧？我想請大家回憶一下呢個泛民主派係反對23條時候嘅理據同邏輯啦。佢個講法咧，大部分嘅泛民主派就係話咧，如果喺普通法嘅法系裏面，已經有足夠嘅機制，去令到23條裏邊要呢個管制、制裁嘅要懲罰嘅行為得到呢一個呢個實現嘅話咧，就無需立法。咁今日我哋嘅議會係有今日不會落，即係話今日之後，今日即係呢個立法會主席叫我哋唔好翻去。就冇得翻啦。其實呢個已經好重嘅刑罰，因為我哋係有民意嘅基礎去代表選民去投票同埋發言嘅。第二就係今屆不會落，即係話咧你開除你啦，基本法79條，基本法79條，同埋有普通法嘅刑法，即係話咧任何係呢一個會傷害他人嘅身體同埋財物嘅行為咧都係唔會受到豁免嘅，喺立法會嘅議事裏邊。咁呢3個機制已經夠，係咪？咁夠咗，咁佢仲加啲咩落去咧？我真係係咪話1週不回來咧？係咪？扣人工扣人工咧？今月不回來咧？係咪？即係嗱，與人為善咁諗，可能佢哋好意嘅，但係佢要解釋啊嘛，唔係我去解釋啊嘛。所以我覺得，如果從呢個咁簡單嘅角度嚟講，從泛民反對23條立法嘅角度嚟講，我都睇唔到佢哋有邏輯，因為有3個好重要嘅機制：即時剝奪發言權同埋投票權，即時剝奪議員嘅資格，同埋接受呢一個普通法裏邊刑事檢控嘅刑責，係咪好清楚嘅？咁我覺得。我因為點解我要講？我真係好氣憤。我自己係當事人，毓民係當事人，我哋好留意官方嘅即時嘅反應。曾俊華咧就用咗呢一個幼稚、嘩眾取寵嚟形容我哋。